有一对男女朋友哦，对台北行到屏东，用26天的时间哦，哪行哪小解小耳症，嘛向民众募款哦，要捐予专门帮助小耳症的基金会。伊讲这嘛是伊要送予有小耳症爸爸的父亲节礼物。大学拄毕业的次数弟，甲伊的女朋友两个人手牵手，爱着因为爱，所以完整的卡网啊，用26天的时间，伫烧热的日头下，对台北行到台东，中间佫拄着凯美风台的风台雨，着煞皮肤溜皮，甚至是佫去互教育，拢无法度阻挡因要继续行落去的决心。因为这段旅途是伊要送予伊小耳症爸爸的父亲节礼物，为着要互佫较侪人认捌小耳症，伊是哪宣导哪募款，已经感谢台湾的林真美，互伊募款到76000块，来帮助更较侪小耳症患者。讲说我们是在帮罗惠夫乳炎基金会募款，然后会讲说，他们是不只是从就是经济上去资助他们，而且还有心理、还有医疗、还有这个所谓的社会这边。徐爸爸嘛以自身的经验讲出伊的感受，伊讲伊出事的时，倒边都无耳孔，互人笑嘛，互人霸凌。加在有基金会创办人罗惠夫医生家己治疗，互伊伫3岁时阵就会当恢复甲一般人同款的外表，嘛互伊用正确的心态来面对家己的病症。在成长过程中，多少会受伤。那家人给予的一个心理建设，然后自己怎么样比较正向的去回馈大家。最主要是我们想要让小耳症的家长知道，小耳症是可以治愈的，而且现在台湾的医疗技术真的非常的进步哦。罗惠夫乳癌基金会表示，伫台湾平均每档拢有30至40位的囡仔婴有小耳症，基金会嘛强调小耳症是会当透过助听器甲中建手术来恢复，嘛呼吁父母会当相求医疗甲基金会的帮助，提供小耳症患者一个友善的环境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